嗯，按下去，按下去，往下按，在这个位置哈。放这个位置以后，下去以后往下按，往下按，它是个阶梯状的哈。这一颗子弹呢，它属于阶梯状的。一左一右。你按一颗师傅。先放头还是先放屁？往下，往后推，对。哦。它有个位置才能进去。你看，五发都用进去了。如果不放那个的话，这个往下一按它，一按它以后，这个五发弹多，它一共弹膛里面的五发的。还可以装一发，还怎么着？不是，往这一推，它电弹膛一共是5发弹，弹膛里面有1发弹。这4加1就是。往上一推以后吧，这个一定要分到位，分到这个位置，就可以激发了。别接哈。别动，别动啊！别上去。掰开来，往上掰，来往后拉，退膛。先膛退在这里啊，一会儿马上上的。压下去。等一下呀，等他看完。扣扳机时候一定不要动，慢慢的扣。这枪打得好的应该。这枪感觉行。好像打一扣扳机枪会动。打着往下10公分。往下10公分。中间。正中中间啊！在。给摄影师也拍一下。在靶纸上。啊。这指导员。哇塞，这也拍低了吗？啊？好像打一个位置，2发。2发打一个位置。没着边。打低了是不是？打低了。我感觉打低了。那个十字架要瞄那个中心，跟那个中心就是差不多有圆的吧。摄影师做好准备啊。OK。看着啊。我操，那么长时间跑了那么远，真怕死！我操，跑那么远，打的要一个起步站呢，我操！偏上7公分，偏右2公分。偏上多少？偏下。7公分，偏上。偏上7公分，偏右2公分。1公分。偏上7公分，偏右2公分。偏上1公分，7公分。你这个反正这个位置吧，你这个现在就是打的基本上那个左右吧，应该是没太大问题，就是。他是不是扣扳机的时候上下用力，枪管上扬啊？然后扣扳机的时候不要突然扣，一直平稳的压下去。我拍他是上膛了吗？没有上，先找一下。先找找感觉。先找一下。一会儿你再试试啊！一会儿你再试试。多上。
招把了吗？招把了啊！你打完我靠吧。还没扣扳机，这个枪把就往后运动了。肩膀紧实。他一开始有个下意识的紧张动作，没扣扳机，就均匀用力。午饭。